也曾經靠看他撈兩餐，身抬着籌備也都折返，最競爭的太猛，大眾卻願意力撐。節目卡通電視劇我都不感興趣，也轉頭看一看，是我也陶醉。我都感嘆，期望更多自信讓我揀，哪用拍多間？節目卡通電視劇我都不感興趣，也去轉台看一看，使我更陶醉。看人製作對白，來去得三兩句。要靠我去爭取，選擇應該要讓我選擇，享受看哪間？若只得一兩間，這限制我如何揀？選擇怎麼我沒有選擇，連我都感嘆，期望更多自信讓我揀，哪用拍多間？個個人覺得啲義工好慘，個個要工作要揀賺錢開飯，發揮一時光太過幾百萬。發牌嘅數量真係咁有限，不明不白，點解冇得註冊？不明不白，實際規則點樣規劃？不明不白，點解人哋合乎資格？不明不白，只想我會明白。我心目中嘅全部應該可以選擇，做嘅人可以發揮有自己嘅風格，自由表達嘅意見權利永遠合法。到底依家有咩去查？選擇應該要讓我選擇，享受看哪間？只得一兩間，這限制我如何揀？選擇怎麼我沒有選擇，令我都感嘆，期望更多自信讓我揀，哪用拍多間？選擇，第一題拍手我讓我選擇，享受看哪間？若只得一兩間，這限制我如何揀？選擇怎麼我沒有選擇，令我都感嘆，期望更多資訊讓我揀。